有家长带囡仔去到高雄凤山运动园区出流浪，却发现讲这游戏区有3支螺丝钉啊捅出来，实在是真危险。这家长呢，就随摕这护栏带甲这个螺丝钉啊切掉，拨好平。负责维修的维护的这运动发展局就表示，会随时做这全面性的安全检查，也袂去追究民众的责任。这边看过来，这螺丝是直接凸出来的，3支。 超离谱的！这如果小孩子的高度冲过来，不小心一撞，这小朋友就没了。囡仔耍的游乐设施下骹有3支螺丝钉啊套套，这个家长是返去厝的摕护链带，把螺丝尖尖的所在弄锯掉，切落来螺丝有2.2公分长。家长烦恼这螺丝出现的关度，准若是身高超过1米的囡仔经过，可能就会造成严重的伤害。批评运动园区设备拢无维护，实在太过含糊。看这小朋友的高度，刚好就这么高，刚好到他的脸啊，就刚好到他的脸啊。 说通报太慢了，那你要等通报的话，还要等多久？这当中发生一些意外还是危险，怎么办？我想说啊，我有工具，刚好我自己把它锯掉。本底是用来固定泡棉条的螺丝，即阵煞颠倒会造成伤害。实际去到凤山运动园区边仔的游戏区，现场游乐设施要是有无收尾的螺丝，互带囡仔来耍的家长真烦恼。负责管理的文化局表示，会随检查园区内底的设施，避免意外发生。运发局并不会向民众求偿，为尔后遇到类似案件，建议民众可以先简单警示后向维管单位反映，以避免争议。运动发展局嘛讲，目前园区委托厂商做管理甲维护，一摆器材的安全有欠点的所在，会量早修补好势，互家长甲囡仔会当安心。记者柯昭荣高雄报道。